日本首相菅义伟周三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的单独电话交谈中说，日本对东突厥散地区的人权状况有严重关切。据外交部声明，菅义伟周三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分别通话时提出对东突厥散人权局势的严重关切。他还对北京单方面企图改变现状表示担忧，包括最近出台了一项法律，允许其海岸警卫队对自己认为入侵其领土的船只使用武器，以及香港的趋势。与东突厥散接壤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他的国家认真对待这一切。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耶夫说，乌兹别克斯坦和日本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的看法。一份新的报告说，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供应链涉嫌在东突厥散使用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这是继东突厥散棉花之后又一个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的行业。一份揭示维吾尔族地区的强迫劳动如何渗透到整个太阳能产业供应链并深入国际市场的研究报告说，东突厥散的太阳能产业供应链从石英这个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最开始的原材料和开采和加工，到生产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部位多硅晶，都受到强迫劳动的沾污。这份报告由英国的谢菲尔德哈姆勒大学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的人权和当代奴隶制教授劳拉莫菲和在东突厥散地区生活了19年的供应链分析师艾丽玛共同撰写。报告列出了数百份公开披露的企业信息、政府声明、官方媒体文章、社交媒体帖子、行业报告和卫星图像，并详细列出了他们对30多家太阳能产品公司调查，以确定他们的供应链中是否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遭受中国报复的盟友澳大利亚再次发声声援。他表示，美国不会让澳大利亚单独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五对布林肯声援澳大利亚的言论作出回应，称这是美国进行的胁迫外交。他称搞胁迫是美国的长项和特色。中国的电信业和其他一些高科技产业都是美国经济胁迫的受害者。布林肯是周四与正在美国访问的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举行联合记者交代会上发表这番评论。这是美国高级官员再次用明确的语言表明，美国要与自己的盟友站在一起，共同应对中国胁迫。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拒绝了中国关于从南海撤出船只的呼吁。据亚洲新闻报道，杜特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即使他与中国的友谊处于危险之中，他也不会从南中海撤出船只，也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杜特尔特在强调自己不想造成冲突和问题时表示，他尊重中国的立场，并要求中国尊重菲律宾的立场。杜特尔特说，即使杀了我，我也不会退缩，我们的友谊将在这里结束。杜特尔特此前曾表示，他不会在南海结束演习，并重申海军不会撤出其巡逻艇和海岸警卫队。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中欧投资协议是互惠互利的。默克尔在通过电视会议召开的党组会议上说，尽管批准中欧投资协议有些困难，但该协议是一项重要承诺，双方都将从协议中受益。默克尔在会议上重申对协定的支持。他指出，该协定将让德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得到更多的互惠待遇，也将令中欧贸易向着双方互利的方向发展。默克尔表示，德国完全希望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能够发展繁荣，中国人民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同时也希望中国继续紧密融入多边秩序。他表示，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世贸组织改革，还是其他全球性问题，如果抛开中国或与中国对着干，我们都无法解决问题。2020年11月23日，中欧双边在经历7年共35轮谈判后，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议谈判。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在最近的声明中表示，由于中欧之间制裁和外交关系的恶化，欧盟委员会暂停了推动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努力。